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11节，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11节到15节，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完全的美事。今天是受难周的第一天，对于基督宗教的基督徒们而言，这是一个悲哀的周期的开始。但就拯救论的角度来说，可能看法就不太一样。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因为耶稣被抓受审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门徒们就失望四散，躲藏起来。以赛亚书42章第4节到第9节，先知这样说道：他不失望也不沮丧，他要在地上伸张正义，寻找的人仰望他的法则。上帝创造诸天，伸展天空，他造地和地上的一切生物，他赐给人生命气息。主上帝对他的仆人这样宣布：我上主呼召你，赐力量给你，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。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，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。你将开盲人的眼睛，领被囚的人出监狱，使黑牢中的人得见光明。我是上主，这就是我的名。我不让其他神明共享我的荣耀，也不许任何偶像同受赞美。我所预言的事已经实现，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新事，在事发生之前先告诉你们。耶稣基督的受难是因为他领受了上帝的呼召以及旨意，为了要领那些被囚的人出监狱，使黑牢中的人得以见到光明。耶稣基督在伯大尼就已经接受了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的膏抹，这意表了耶稣基督将要被膏立成为大祭司，为了世人的罪而献祭，并且自己也成为了这个代罪羔羊的祭品。耶稣基督有上帝的大能，能够战胜死亡的权柄，也能够使人得到复活的生命，就如同拉撒路一样。这样的救恩是一个完美的，是美好的拯救计划。但是这是一般人，如同法利赛人、经学士、祭司们无法接受相信的。约翰福音12章第1节到11节的记载，在伯大尼受膏。逾越节前6天，耶稣到了伯大尼，就是拉撒路住的地方。耶稣曾在这里使拉撒路复活。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了晚餐。马大帮忙招待，拉撒路和其他的客人跟耶稣一起用饭。这个时候，玛利亚拿来了一瓶珍贵的纯拿达香膏油，倒在耶稣的脚上，然后用自己的头发去擦。屋子里充满了香气。耶稣的一个门徒
就是将出卖他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为什么不拿这个香油去卖300块银子来分给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真心的关心穷人，而是因为他是个贼。